寫完中心句，我哋寫說明手法。說明手法咧，最簡單最容易用嗰個叫做舉例說明。所以無論你編說明文，你話我背唔到諺語喎，我寫唔到引用說明唔緊要，我冇資料寫唔到數字說明唔緊要，唔識寫嗰啲好難嗰啲對比說明唔緊要，你一定要有舉例說明，呢個係最基本，一定要有㗎，你唔可以一個說明手法都唔用㗎。舉個例最容易㗎啦，一陣間教你哋點樣舉例說明，說明下點解你話分擔家務係孝順父母嘅，最後加翻個小結句。小結句呢，就係一個小總結嚟嘅，係嘛？由此可見，因此分擔家務呢都係孝順父母嘅好方法喎。咁樣一句短短結咗呢一段就得噶啦嚇。寫完中心句，我哋寫說明手法。說明手法呢，最簡單最容易用嗰個叫做舉例說明。所以無論你編說明文，你話我背唔到諺語喎，我寫唔到引用說明唔緊要，我冇資料寫唔到數字說明唔緊要，唔識寫嗰啲好難嗰啲對比說明唔緊要，你一定要有舉例說明，呢個係最基本，一定要有㗎，你唔可以一個說明手法都唔用㗎。舉個例最容易㗎啦，一陣間教你哋點樣舉例說明，說明下點解你話分擔家務係孝順父母嘅，最後加翻個小結句。小結句呢，就係一個小總結嚟嘅，係嘛？由此可見，因此分擔家務呢都係孝順父母嘅好方法喎。咁樣一句短短結咗呢一段就得噶啦嚇。寫完中心句，我哋寫說明手法。說明手法呢，